我第一次在棚内直播。本土之一哥黄孝祺，他的老婆日前带着2个儿子到美国度假，近期返台配合台湾防疫政策，花10多万元入住台北某间4星级防疫旅馆，准备隔离15天。没想到却遇上服务人员态度不佳，他在脸书 po 文控诉事件经过。黄孝祺透露，因时差问题，孩子们早上6点多就会饿了。由于旅馆标榜24小时柜台服务，于是帮小孩点了外送到防疫旅馆，但常常等到的却是迟到很久的食物、凉掉的咖啡。我只能提早点便利商店的面包、牛奶，让孩子们不会饿到。另外，基本的房间物资，像是垃圾袋、瓶装水、换被单等补充品，就要等半天，没消没息也不回报。我现在在健身房。黄孝祺表示，他能体谅防疫期间大家都很辛苦，但柜台人员的态度令他最不能接受。他强调，房客的态度并没有不好，只是询问柜台外送的餐点到了，是否能帮忙拿上来，但对方常以我现在很忙，我走不开等消极回应，忽视客人需求。这文末他公开防疫旅馆的名字，贴文一发布后引发不少回响评论，正反两极。有位自称是旅馆柜台的员工到黄孝祺脸书留言呛下，表明是先被黄孝祺老婆咆哮，也解释防疫酒店有规定送物品的时间，不是随时都能上楼，为的是减少与旅客接触。而黄孝祺老婆也出面留言澄清，并没有咆哮哦。这两方人马你来我往争论，但疑似旅馆员工的留言后来被删除。最后是防疫旅馆的总监出面认错，本次事件造成宁静，大众观感不佳，深感抱歉，我们将立即着手改善现场的人力服务问题。对于同仁情绪性的发言，饭店也将进行内部检讨及惩处。评审啊，因为你是初审的那个名单，就是联合报有写啊，就独家嘛，说你那个有争议，球员兼裁判来啦。那你心情有受到影响吗？还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因为其实这个赛制啊，反正就是因为我也是上一届评审，然后这一届是初审，对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其实呢，所有跟我有关的项目，我全部都要回避。我是连那个系统是连评都不能评。像之前张哈米是上一届，然后我只是跟他丢选一首歌，完全不能评他们东西。然后而且上次我是有帮杜青田写一首台语歌，我整个台语歌手都不能评，我就被踢在外面，然后那边等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争议性，因为跟我们有关的完全没办法动，从出生就开始。对啊，真的吗？谢谢苹果帮大家问，有谢谢，帮我们写一下。希望你们把心里话讲出来。大家好。所以今年可以评张三女士吗？今年不要爱上他。今年不行啊，不行。今年也是不行，都不行。合组是因为合作过吗？对，我今年有评张三女士吗？因为初审啊。初审哦。演唱组。好像不行因为我对我好像不行，因为我要帮他们合成什么，所以不行，我也不行。所以不是因为有超有的关系，整个都不行，就是只要碰到都不可以，连整个上路都不可以。对啊，他就自己那个系统是直接是没办法按的。对啊。然后大家把握机会哦，还有没有？那惠特你得奖的时候，爸爸或妈妈哪一个有失望？啊？他们刚才说他们都很感动，然后我连阿嬷都哭了。阿嬷跟我二舅舅，因为我们家有9个小孩啊，阿嬷有生9个小孩，所以我的二舅舅他是20几年来每个礼拜让我们去那边蹭饭，所以在那边住都没有不会一句，每天都是大餐，然后就是就是邀请他的那个兄弟姐妹们，所以我很感谢他们，然后我也就是非常的觉得幸运。所以这样有比较安心，因为你现在不是等于是先放弃那个医护的工作。对，我就是毕业后就没有做。对，那是先做有比较安心一点，可能这个奖。我觉得应该不管有没有得，我都会继续努力下去。对。所以你不会担心可能过去大家会讲些什么金曲魔咒啊这些？不会，我觉得不管结果是什么，我其实都一直抱着开心的心情。那你得这个奖很意外吗？意外啊！我旁边是有廷兄然后后面是理想混蛋，左前方是 Yellow 当 Yellow 跟他讲说很那个都是你让我不能上台演唱，开玩笑讲的。他们都自己写自己编，然后自己做任何事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意外。